30年前开始伫七股10分社区生活的艺术家杨明忠，为了让更较侪人看到这片土地的水，持续伫伊的工作室举办艺文体验甲各种的活动，为台江地区带来丰富的艺文能量。过程当中，也甲艺术家陈明龙、文学家王美霞产生共同的理念，希望将这个地区打造成为台江的国际艺术村，打造生态友善的工作室。目前已经有10位的艺术家进驻，希望慢慢来拓展这个区域的资源。25号下午，3位发起人也特别召开台江国际艺术村的筹备座谈会，邀请艺术家甲艺文活动的赞助者共同来进行讨论。这届也特别邀请市长王伟霆甲文化局长叶泽山出席。会中发起人也趁机会向市长陈情，表达因的烦恼。保存他们的生态、生活以及他们的故事的可能。如果假设呢，他侵略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，首先侵略到的不是一个艺术的园区，甚至可能是一个学校的园区的时候，我认为他可能必须要慎重考虑。因此呢，其实在讲艺术村的远景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要去谈论更多，但我们今天想要所表达诉求很简单，第一个是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努力那么多年，也是我们可以成为台南骄傲国际平台的一个艺术特区。如果它可以成为艺术特区的话，大家有个共识，会理解大家很多的力量。出名都是善良的，可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讯息很清楚的释放给他们说，留一片艺术与人文生态的空间给我们。所以因此呢，这是我想今天比较清楚的一个诉求。那我想呢，今天我们这个报告完之后，我们可以那也要筹设这个年份地带文化馆，好文化中心。那这个地方也还在找。那至于老师您说已经在10份这个地方已经深耕了，而且已经有很好的成就了，要把这个成就扩大为这个艺术村。那基本上我们是尊重。那但是这个艺术村的范围多大？要艺术特区要怎么样特区法？要做怎么样的跟地方上能够融入？好，因为地方上很多都是渔民，好，他们的养殖的渔业，好，他们的一个做法。当然，各位提出很多想法跟做法，那我们都会把它记录下来。这个国际艺术村的计划，未来也将会持续规划亲子教学、读书会、音乐、艺术家交流等丰富的活动，期待为这个地区带来完全无同的活力。除了希望对艺文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多加来注意，同时也期待民间的企业甲政府会使全力来支持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